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中太平古农庄文物馆，为着要让民众了解过去传统婚礼相关的文物，甲记出来传统仪式，特别来规划着喜事临门的文物展，嘛邀请着长辈西装打扮来造秀，讲有袂少的长辈是欢喜甲，早暝拢困袂去。 过去拢是用城内内底喜饼分予亲戚朋友，不过因为现代化，即马遮个物件拢真罕你看到。太平古农庄就规划一个喜事临门的文物展，展出传统婚礼的相关文物。因为在现在的结婚的仪式已经非常的淡化了，甚至很多人都省到连喜饼竟然都省了，竟然也有这样子的状况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古农庄会把一些古礼的东西再重现出来。暂时放桥的大港湖，佮有媒人咧用的媒人桥，透过这个展览，会当互大家怀念过去的婚礼风俗。啊，那活动现场，太平公所嘛安排一场四大人来行台步。今天穿的是日式服装啦，哈，我们参加的是银发秀。大家人用心装卡来参加宴会，互四大人成做焦点，那满足四大人的期待，嘛，互这场婚礼的展览更较有意义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